好，大哥，哦，很便宜啊，尤其是还要看有没有遇到好一点的室友，很划算。如果8000块一个月划算，但是8000块遇到很兴趣相同的室友很好。好，在今天一开始之前，讨论 IQ 跟 EQ 之前，对，我这边要出一个幺蛾子。来，就是我要先请，现在你们不管哪一方，你们每一个人只有30秒的辩论时间，来了，申论时间只有30秒。怎么样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突然8000块一个月租房子会不会太贵？我觉得在台北超便宜，在哪里？你要问在哪里？你要问在哪里？在澎湖就很贵，但是在台北就如果他走厕所大小，你们是故意要听不懂我在指谁吗？谁？他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委员呐，有一个委员，我知道，对，一个王新文，对，很便宜。好，来，就在台北。我个人觉得真的太便宜了，因为台北市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价钱。之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呢买了新车，因为他没有车位，所以他就说，那他在他家旁边租一个车位好了。他光车位就8000的，光车位就8000块，你觉得那个租房子8000块合理吗？不合理，一定有拿别的东西付。我是说，比如说其他值钱的东西啦，但我不知道。他8000块的房子，如果是那种有装潢或者是新房子的话，根本完全不可能租得到。对呀，而且一般我们是租那种老房子，还有人会接送回家，真的，还会有监视器，没错，我觉得这个超级划算。媒体都当你的监视器，太幸福了吧？很便宜啊，尤其是还要看有没有遇到好一点的室友，很划算。如果8000块一个月划算，8000块遇到很兴趣相同的室友很好。啊，万一你出去的话，那这样不好哦。这8000块只能过2-3个晚上，但是8000块租1个月那是很划算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非常好，很好嘛。8000块租房子，我觉得很便宜呀。因为以新北跟台北来说，普通的这个房租的租屋价格应该都要超过8000到8500以上吧。所以我觉得8000块还蛮合理的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是8000块？我觉得是便宜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8000块的话，你说在台北市这个市中心里面，你要有8000块，然后又含很多的水电啊，或者是这个房租啊等等的很多公共设施的话，那应该就算便宜啊。所以如果就算是雅房也算便宜。哦，对，雅房都算雅房都算便宜啊。我觉得哦，8000块，如果你活出8000万的幸福快乐，那就是值得。这取决在你自己哦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我所讲的这个人，他也曾经得过8000万的幸福，但是他现在遇到的是8块钱的这种的状态。好的，那这一题我们没有办法辩论，因为大家站的立场全部是一样的，6打0。OK，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能啦，也就是我们某一些官员们，他们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。对，不食人间烟火了。